1、2、3，洗澡好。娘娘在吃药的。好。这可以吗？那您的屁屁吧。你干啥去呀？这就我要做豆腐。吃多钱？奶奶还不补。奶奶来了。爷爷来了。奶奶帮我这忙吗？啥忙啊？我奶奶手不有。奶奶帮我做豆腐自己吃吗？能啊。我这都吃了。那我今天吃过。好。手机少用，你看也还有。熟了。没有一半。说完回去给奶奶吃。不用。奶奶吃我的吧。奶奶回来了。挺快呀。吃饭吧，吃饱了有备就好呀。